來看宜蘭假枋定置漁場，3月14日起是發現一隻受困的批龜，這龜甲是148公分長，體重280公斤，真大隻。漁民是趕緊通報救援，這隻批龜是先送去北斗救傷站來治療，後續會閣安排野放。眾人大家出腳出手，正順利，加裝佇咧水箱內這隻吉龜搬去咧岸頂。下！一開始先甲墊佇咧伊喙的魚網提掉，結果檢查伊的活動力。這隻吉龜體型正大隻，14日起釣佇咧宜蘭假枋定置漁場。漁民發現了，趕緊甲救轉去漁港，並且有通報海保署、農業處等相關單位。它的手啊、嘴巴、頭還有背部都很明顯的擦傷。對，所以那時候我們船員就船長聯繫我說，那趕快把它帶回來，聯繫，然後請獸醫，然後來幫忙看有沒有什麼傷口要處理的。這隻吉龜是母的，看起來是25歲到30歲，腳隻邊的腳長148公分，體重有280公斤。這種吉龜在台灣的周邊海域正罕見。伊是海底內面體型上大隻的海龜，有法度藏落去600公尺到1000公尺的海底，主要分布佇咧三大洋。在台灣是列做第一個瀕臨絕種保育類生物。所以我們後續就會運送到八斗子那個鯨豚協會他們的八斗子的那個救傷中心進行治療。那後續會協請海巡來進行野外的一個放送野放這樣。除了身體有一寡空水，用電光檢查，身體內面也已經無魚膠，所以會甲喙內面的魚網給它剃掉，擱給放轉去大海。記者綜合報道。